朝朝起身，眼瞓到想撞牆，一杯咖啡落肚，即刻醒神晒。究竟有咩魔法，可以瞬間喚醒我哋大腦？今日揭開日常奇蹟嘅化學秘密。我哋腦部有種叫腺苷嘅物質，佢係疲勞探測器。日頭活動多，腦細胞會不斷釋放腺苷，腺苷累積到某水平，就會綁住大腦受體，發出夠鐘瞓覺啦嘅信號。你會覺得攰，想休息，但係咖啡因出場啦，佢化學結構同腺苷非常相似，似到大腦分唔清。咖啡因就好似假冒者，衝入大腦，搶先霸佔腺苷受體位，就好似有人閂咗你屋企道門，真正屋主都入唔到。咁樣，就算腦入面有好多腺苷，佢哋都揾唔到位綁定，傳遞唔到攰嘅信號。你大腦就好似冇收到警報咁，保持清醒活躍。呢個就係你飲完咖啡精神奕奕，反應更快嘅原因。但咖啡因只係阻擋作用，冇真正清除腺苷。當咖啡因效果一過，身體代謝走佢，之前積聚嘅腺苷就會一次過湧上嚟，霸返晒。